的舌头要记得冲牙齿，不然会牙痛哦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你的眼里都只有棒棒糖，都不听我说话哦。对不起嘛，糖果太好吃了，而且我最近总觉得牙齿酸酸的。对吧？所以我刚刚说痛的舌头要记得冲牙齿，就是在提醒你，糖果吃完要记得刷牙，不然会牙痛啊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呦喂，我的牙齿好痛！痛了！哆瑞咪哆嗨，悠悠妹，你这样捧着脸好可爱哟。它是因为牙齿痛。悠悠妹，爱痛拿牙抽的无？你说要拿什么啊？哎呀，我刚刚说爱痛拿牙抽的无，就是问悠悠妹要不要帮你拿牙刷啦。悠悠妹，你一定要拿牙刷好好刷牙，不然啊，你的牙齿啊就掉光光，然后啊你就不能吃那些超级好吃的饼干跟糖果了，记得关了。对，我不要。竟然有人这么不爱刷牙，看来我该出马教教他刷牙的重要了。噼里啪啦，睡吧，睡吧。我来看看是谁最不爱刷牙。原来是悠悠妹啊！悠悠妹，快醒醒！你是谁啊？怎么大家都睡着了？你好，我是牙仙子。我今天来是要教会你刷牙的重要。为什么是我啊？因为就是你最不认真。牙齿是身体很重要的一部分哦，它让我们可以有标准的发音，还有帮助我们把食物嚼碎，让肠胃更好吸收。有漂亮的牙齿，笑起来才会更好看呐。原来牙齿保健这么重要啊！而且啊，如果不好好刷牙，造成蛀牙，严重的话可能还要拔牙呢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从今天开始都会认真刷牙的。好啦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记得要说到做到哦。OK。奇怪，刚刚突然一阵好想睡觉，结果就睡着了耶。咦？悠悠妹，你是在找棒棒糖吗？我在找牙刷，我决定以后都要认真刷牙。那么棒，那我顺便教你一句客语好了，你可以问大家说，爱嘅牙粗的冰滴奶味，爱嘅牙粗的冰滴奶味。哇，我学起来了，学客家话真的很好玩呢。当然啦，叽里呱啦，我找到牙刷了。这不是牙刷吧？就是啊，那个是刷马桶。那给你们了。痛的舌头要记得冲牙齿，意思就是糖果吃完要记得刷牙。爱嘅牙粗的冰滴奶味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的牙刷放在哪里？爱痛拿牙粗的么？意思就是要帮你拿牙刷吗？今天故事里面的客语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，懂腔哦。抽！听众记得爱抽时间搓牙齿，希望牙齿会做强强。牙齿空间做唔得像可阿妹，爱去加3万大病。系讲上爱笑起来像烟蕊花，当然做唔得啃牙怕。清楚细拳做唔得像可阿爸，爱夫妻家长得念下，可以用笑面口语当我人嘅人爱念我咯。超出牙，當中意定然間夾死在，醫抽牙齒，要死在超出牙，食晒係定然間夾死在，死起牙齒波叔，倒門牙，副牙，胎牙板，胎牙板，做片搓，
拳中得抢靠阿爸，爱夫妻家长得人下，可用手面口移动和人嘅人爱人哦喏。有谁在跳出啊？动作一定要强，一谁在，一谁在，跳出牙齿。